前排有間食品企業自爆21噸凍乾士多啤梨重金屬鎘超標14.5倍，驗出20幾種農藥殘留，入邊仲包含敵敵畏、黑白威呢啲禁止用喺瓜果嘅高毒農藥。消息一出，全網即刻譁然。平時俾小朋友、老人家當健康零食嘅士多啤梨，竟然成咗毒果重災區。好多人呢唔敢相信，唔通士多啤梨以後都唔食得？今日我將士多啤梨呢種生果講通講透，話俾你知問題出喺邊，點樣避開中伏，點樣先可以守住屋企人嘅餐台安全。士多啤梨呢種生果可以話係一種非常完美嘅生果，好食又好睇，無皮無核，一啖咬落去咩都唔使撈，全部都食得。好少聽講有邊個唔中意士多啤梨，基本上個個都中意食。士多啤梨有一個神奇嘅地方，你以為你食緊嘅係佢嘅果實，其實並唔係。士多啤梨表面嗰啲芝麻粒，好多人覺得係士多啤梨嘅種子，但係從生物學嚟講，每一粒小芝麻其實都係一個完整嘅果實。你將佢切開之後，先可以見到入邊嘅種子。士多啤梨係由呢啲小果仔聚埋一齊形成嘅，所以叫聚合果。我哋食嘅果肉係由花托發育嚟嘅，係假果。好似蘋果、梨、山楂、枇杷、無花果，佢哋嘅果肉咧都係花托變出嚟嘅。不過同士多啤梨唔一樣，呢啲生果係花托包住果實外面，士多啤梨係果實喺花托外面。所以佢果肉表面唔存在正正經經嘅果皮，得一層非常薄嘅表皮。呢個就係士多啤梨最致命嘅缺點，因為呢層皮嘅保護效果非常之有限，造成嘅後果就係士多啤梨特別容易爛，病菌好容易就可以入侵去。尤其係士多啤梨熟咗之後，冇幾耐就會開始爛，而且無論採摘定係儲運，一唔小心就會破皮，特別脆弱。為咗追求產量，或者為咗早啲出街賣，好多士多啤梨咧種喺溫室大棚入邊。大棚雖然控制溫度濕度好方便，但亦都特別容易滋生病蟲害。士多啤梨本身已經脆弱，仲有咁多危險，就只可以打農藥。有殺真菌嘅，有殺細菌嘅，有滅害蟲嘅，隨隨便便就可能有幾十種。少咗農藥，確實好難種到靚嘅士多啤梨，都係冇辦法嘅事。有個排行榜叫世界上最污糟嘅蔬菜水果，係關於蔬果農藥殘留嘅統計數據，每年排一次。40幾種常見嘅蔬菜水果當中，士多啤梨幾乎年年都排第一。所以你可能都聽過一個講法，話士多啤梨係世界上最毒嘅生果。本來好食又好睇嘅生果，突然變成咗最毒生果，聽落都嚇人。其實呢個排行榜係美國嘅一個環保組織，每年都會分析美國農業部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公布嘅檢測數據，睇下邊啲蔬菜水果喺正常清洗之後農藥殘留最多，搞咗個排行榜，專門將農殘最多嘅12種列出嚟，等大家注意。咁呢個排行榜由16年開始，竟然連續9年都係士多啤梨排第一，直到2023年先被菠菜擠落第二。好多媒體就係引用咗呢個榜單，將士多啤梨講成最污糟、最毒嘅生果，搞到好多人甚至都唔太敢食士多啤梨。所以士多啤梨真係咁污糟咩？其實未必。有專家就發現咗問題，話呢個榜單引用嘅數據其實主要反映嘅係農藥驗出嚟嘅種類同次數，而唔係總量。士多啤梨確實需要好多種農藥先可以種到出嚟，加上佢皮太薄，你又唔可以大力搓洗，難免會有殘留，所以驗出嚟嘅種類就比其他生果多。但係驗出嘅農藥種類多，並唔代表佢殘留量同毒性就大。因為從榜單引用嘅數據嚟睇，話士多啤梨嗰啲殘留量其實都低過安全標準，可以安全食用。亦即係話，只要係從正規渠道買嘅，
係嚴格按照農藥使用規範種出嚟嘅，咁就唔使擔心。我哋消費者可以做嘅就係食之前洗乾淨，盡可能令農藥殘留再少啲就得。講到洗嘅話呢，士多啤梨到底應該點洗呢？大家可能都聽過好多辦法，例如用鹽水浸啊，用梳打水浸啊，有呢啲所謂嘅小妙招、小竅門。不過好多專業建議話，其實唔使搞咁多嘢。你想用鹽水嘅話，如果掌握得唔好濃度，反而可能因為滲透壓令農藥滲入果肉入邊。用梳打水可能會導致果肉變軟，影響口感，咁就得不償失啦。你都可以直接用清水浸，浸個10到15分鐘就差唔多。重點係一定唔好將果釘去掉，因為去咗果釘，農藥就更容易浸入去。一定要先留住佢，然後浸完之後就係用大量清水，用流動水沖洗，靠水流嘅衝擊力洗走污糟嘢同農藥，一般咁樣洗就得。但係有一點要注意係咩呢？就係一定要食幾多洗幾多，即食即洗。因為士多啤梨一旦掂到水就會爛得更快，洗完跟住就要食。買翻嚟放雪櫃嘅話，最好墊啲紙巾，等佢保持乾爽。不過點樣儲存都放唔到幾日，士多啤梨就係食個新鮮，盡早食咗佢先係最佳選擇。最後再講幾個士多啤梨嘅冷知識。首先，大家可能都遇過就係有啲士多啤梨形狀特別奇怪，有扁平嘅，有連體嘅，睇落好怪異。有人就擔心話係咪激素啊、膨大劑造成㗎？咁所以就懷疑食咗會唔會唔健康呢？其實並唔會。士多啤梨生到三尖八角，唔係果農加咗咩化學嘢。前面講過，我哋食嘅紅當當嘅果肉部分，唔係士多啤梨真正嘅果實，係花托。表面嗰啲好似芝麻一樣嘅小點先係佢真正嘅果實。士多啤梨要生得靚仔，關鍵一步就係授粉。花蕊上嘅花粉要均勻咁落到每一個雌蕊嘅柱頭上，令每一個小芝麻都成功受精。受咗精，佢對應嗰部分花托先會好好膨大發育。問題咧就出喺呢個均勻上。如果開花嗰幾日啱啱撞正連續陰雨天，或者溫度太低，蜜蜂都唔願出門口活動，或者花粉自己都冇乜活力，咁授粉工作肯定做得唔靚。有啲成功受精咗，佢對應嘅花托部分就搏命生，隔籬嗰個冇受精嘅對應嘅部分就索性躺平唔生啦，咁就導致士多啤梨生到形狀特別奇怪。所以好多時你見到嘅畸形士多啤梨咧，純粹係天氣唔好、蜜蜂蛇王導致嘅，係標準嘅天災，唔係人禍。除咗授粉唔均勻呢個頭號原因，士多啤梨嘅顏值都特別容易受環境影響。佢對溫度變化好敏感，開花結果嘅時候最中意15到22度嘅溫度。如果夜晚溫度急降到5度以下，花器官可能直接就發育不良啦。如果日頭突然飆升到30度以上，花粉又容易被熱暈，失去活力。呢個溫度一高一低咁折騰，士多啤梨細胞分裂都跟住亂晒大坑，生出嚟嘅果實自然就容易變形。水分供應都要平穩。如果果實膨大期之前旱得好犀利，突然嚟一場大水，果肉細胞吸水膨脹太快，外皮跟唔上節奏，就可能被撐裂變成裂果。再講到大家最擔心嘅激素問題，如果為咗追求大果早熟，唔合理咁使用植物生長調節劑，係可能導致士多啤梨出現空心、尖嘴或者奇形怪狀嘅。但係關鍵在於畸形果唔等於激素果，呢個邏輯唔可以反轉嚟推。就好似前面講嘅，咁多自然原因都會導致士多啤梨變樣衰，全部都歸結於激素。過量使用膨大劑會令士多啤梨水分變多，味道變淡，果皮變薄，特別唔耐放。對於講究效益嘅果農嚟講，其實係一件得不償失嘅事。呢種生得唔好睇嘅士多啤梨，到底可唔可以放心食呢？答案係
絕大多數情況下完全可以，只要佢冇爛、冇發毛、冇被蟲咬得好犀利，僅僅係因為授粉不良、溫度波動呢啲自然原因導致嘅缺陷，佢嘅安全性同營養價值同嗰啲靚仔嘅士多啤梨並冇區別，甚至民間仲有三尖八角更好食嘅講法，呢個都有一定道理。因為喺逆境下，有啲果實可能會加速成熟，糖分積累得更早，所以食落可能感覺更甜啲。當然我哋都要留個心眼，如果士多啤梨嘅果釘部分異常發白發硬，切開之後果肉空洞化特別嚴重，好似蜂巢咁，或者味道奇怪、甜度嚴重、唔均勻，咁就有可能係生長過程確實出咗問題，例如遭受咗嚴重嘅病蟲害污染，或者真係被不當使用咗過量嘅生長調節劑，咁樣嘅士多啤梨我哋就唔好食啦。揀士多啤梨，我哋可以多啲相信自己嘅對眼同個鼻，唔好淨係及住個頭大小同形狀係咪規則。先睇睇果釘，新鮮士多啤梨嘅果釘係鮮綠色嘅，仲微微向上翹起。再睇睇表面嗰啲小籽，分布均勻呈金黃色，通常係自然熟透嘅標誌。最重要嘅，聞一聞自然成熟嘅士多啤梨會有一陣清新濃郁嘅果香，嗰個係任何人工手段都難以模仿嘅。好啦，士多啤梨嘅話題就講到呢度。如果大家覺得呢個頻道仲唔錯嘅話，唔好忘記俾個 like， 撳個訂閱，費事下次揾唔到。